好。係李嘉文你好。係啦，我哋繼續跟進下呢，即係香港嘅不同嘅情況啦。咁啊，過去一連3日呢，就係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啊，咁就喺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舉行啦。除咗佢現場係比較熱鬧之外呢，周邊嘅情況都唔錯喎，好似係啦，嗰個消費模式都係啊，即係有啲講就話啊，即係而家搬咗去啟德，即係呢個場館呢。咁會唔會即係嗰啲遊客就都去主要都集咗喺啟德咧，就變咗銅鑼灣就冇咁旺咧咁樣？但係聽聞又好似唔係喎，即係好似銅鑼灣仍然係即係好暢旺喎嗰啲食肆。係啦，同埋咧，一般如果你喺啟德嗰邊睇個演唱會啊等等，咁而家啟德嗰邊呢，佢哋嗰啲商場咧都做到好夜㗎，係啦，都好吸引啊！尤其是你成個七欖咧，佢下晝都有㗎嘛，咁就話啟德就好旺。咁究竟九龍城啊旺唔旺對嗰邊呢？我哋請嚟九龍城區議員呢，張景勛同你傾下。你好，張議員。張景勛你好。主持好，聽眾好。係啦，咁啊不同人有唔同講法嘅，你如實講下究竟旺咗幾多，還是係部分食肆就唔錯？有啲就話呢，啟德嗰邊都已經好多人喺嗰邊食啦，所以七欖對佢哋九龍城又唔係度度都幫襯到啊，因為九龍城都好多條街噶嘛，可唔可以由你去分析下？我都有入場咧去睇一睇個球賽，同埋都睇翻佢周邊一啲啲活動嘅。咁啊知道其實咧，除咗球賽之外咧，其實佢哋一啲戶外嘅地方，譬如東營啊、商場嘅範圍咧，其實都即係好多唔同活動進行喺3日裏邊。咁啊見到人流啦，同埋都即係唔同嘅體育園嘅商鋪咧，其實個營業額咧，聽佢哋講咧都係好明顯係好唔同嘅。咁但係會下真係除咗體育園嘅即係商鋪嘅消費之外咧，會唔會即係觀眾咧都會去離開體育園去我哋附近九龍城區嘅範圍，即係我哋所講即係小曼谷啊、小泰國之稱嘅範圍咧，去做啲消費啊，或者食唔同嘅一啲有地道特色文化嘢咧，的而且確都會有。因為始終七欖嘅活動咧，同一啲演唱會唔同啊。演唱會可能完咗場之後咧，就散場，就可能要翻屋企啦咁樣。咁但係七欖咧就係好唔同嘅比賽咧，都有唔同嘅時段，即係可能你可以係朝頭早睇完，可能中午時候咧，你可以出去食嘢，夜晚再翻嚟睇，再去飲下啤酒，再睇下球賽咧，其實都有呢種嘅一啲習性嘅。其實都咁啊，所以即係睇開比賽嘅都知道，其實有自己嘅文化嚇，知道九龍城其實可能今年都係第2年喺啟德體育園去進行七欖啦。咁所以其實都配到翻我哋九龍城嘅一啲嘅主題咧，其實都有一啲活動，譬如我哋係有一個嘅民政舉辦嘅龍城深度遊啦，其實都有講我哋九龍城嘅一啲文化底蘊嘅，譬如話小曼谷啊，或者係啲潮州特色嘅一啲嘅食物啊、餐廳啊，都有做一啲咁嘅宣傳，亦都有提供咧一啲嘅商鋪優惠。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一啲叫票尾經濟啦。咁好似我哋七欖都會有嘅。咁其實就係根據你嘅票尾，就未必實體嘅，可能有一啲嘅數碼嘅票尾咧，都可以咧喺翻我哋九龍城區裏邊有一啲商鋪嘅優惠。咁都有同啲商鋪有溝通到嘅。其實人流咧絕對係有增加，甚至乎你感覺到咧可能有差唔多有50%嘅增加嘅人流。咁而佢哋消費咧，其實佢哋都覺得即係喺營業額上邊咧有去到15、20，甚至乎有啲講緊30% 嘅一啲嘅營業額。咁所以我覺得喺唔同世界各地嚟香港睇賽事嘅朋友咧，都有藉住一個嘅盛事嘅活動啦，特別係體育嘅盛事，亦都帶動到我哋本區嘅經濟嘅。張景勛啊，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就希望多啲人流啦咁樣。但係有時候擔心話人多嗰陣時候，我哋嗰個交通配套啊，比如話嗰個食肆足唔足夠應付到啊，同埋嗰啲路標指示牌夠唔夠咧咁樣，又否則的話咧就會令到嗰個遊客咧有個唔好印象啊。咁以你觀察今次呢啲咁嘅配套足唔足夠咧？我自己覺得咧都幾足夠嘅，因為我哋第2年搞七欖啦，同埋我哋喺之前嗰年咧，其實去處理七欖一啲人流嘅時候咧，都有好足夠嘅步行嘅一啲指示或者交通嘅指示嘅。咁我當然而家去到即係已經好順暢嘅體育園嘅一個嘅營運裏邊，我哋有一啲巴士線啦，其實唔一定係九龍城區嘅，即係我哋可能提振經濟都可以講緊跨翻去尖沙咀或者係蘭桂坊落士佛台。其實我哋都有一啲九巴城巴都有特別線嘅。咁特別線係去到頭先所講嘅唔同嘅地方，因為我哋以前可能我哋睇七欖，可能佢好多好興去酒吧飲嘢嘅。咁我哋其實都可以有唔
同嘅方式咧，都可以接載到咧觀眾去唔同嘅地方。咁當然，如果能夠留翻喺九龍城區嘅消費咧，對於我九龍城區經濟會更加好啦。所以我覺得嚟緊其實一啲票尾經濟咧都可以再更加多去推廣啦，係啦，咁啊令到即係可能我哋九龍城區將來會唔會有一啲類似一啲酒吧街或者酒吧文化嘅一啲嘅地方都可以形成到呢一個嘅文化嘅話咧，咁我亦都可以香港多一個係睇完活動又可以飲酒又可以延續氣氛嘅一個嘅模式，會更加好。但係會唔會唔好意思係啦，我都想知，因為九龍城咧有唔同嘅不同嘅餐廳啦，你會唔會都俾到 tips 咧？係咩特色嘅可能生意好啲？因為有啲真係多咗一半啊嘛，有啲可能會唔會係唔係太有特色嘅普通茶餐廳又爭啲，還是唔係？你點睇咧？我諗首先酒吧咧，酒吧其實佢哋都相對嗰個嘅效果係幾唔錯嘅。咁但係除咗飲酒之外，其實食肆都會有啦，即係可能一啲泰式嘅食肆啦，或者潮州特色嘅食肆咧，其實佢哋都即係個生意都做得好，因為其實佢哋都會配合自己有自己從商嘅智慧，即係配合一啲大型活動嘅時候提出一啲即係推出一啲優惠嘅套餐或者優惠嘅價格咧，即係俾翻即係活動嘅參加者或者係觀眾啦。咁其實呢方面其實喺商鋪佢哋係會好懂得去揸緊呢啲機會嘅。咁即係當然要好好包裝我哋九龍城嘅特色啦。頭先都有講就係即係我哋泰式嘅特色啦，係啦，小麥公嘅特色啦，同埋一啲潮州食品嘅特色，甚至串燒等等嗰啲。咁即係配合翻嗰個氣氛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呢3日嘅一啲嘅去睇比賽嘅朋友咧，都可以喺即係未必每一日都要去到好遠，可能翻到去蘭桂坊去做 enjoy 一個活動嘅氣氛。其實喺九龍城咧都可以延續到個氣氛嘅。嗱，而家大會咧估計咧就有30%人咧都係一啲遊客嚟嘅。咁就大家知啦，如果遊客嚟講咧，即係去蘭桂坊啊或者銅鑼灣嗰啲，你唔使教佢都識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九龍城啊，即係譬如係小泰國啊呢啲咁嘅食肆咧，咁好多遊客都未必知嘅。咁你九龍城區嘅食肆咧，用咩方法去吸引呢啲遊客咧？因為即係好似我哋今次七欖啦，都係一個 M 品牌認可嘅活動啦。咁所以我哋喺我哋政府咧，其實都推出咗一啲嘅重點項目，特別係九龍城一啲文化有關嘅項目啦。譬如話講緊九龍寨城嘅光景展啦，咁都有龍城深度遊。當中除咗你哋去揾嘢食之外，其實都可以揾到一啲好有文化底蘊啊，好有歷史嘅地方。咁整整3日活動裏邊，你未必一定3日嘅活動所有賽事都睇晒，但係可能有啲賽事，可能你可以出去食嘢嘅途中都可以探索到我哋九龍城嘅文化歷史嘅話，同而再識買嘢嘅話咧，其實會好深深感受到咧九龍城係一個好多元嘅地方啦。同時間亦都有而家都有盛事同埋體育嘅，咁所以我覺得喺整體嚟講，其實係點樣將即係一個地區嘅文化再加運動再加音樂，甚至乎係飲食咧串埋一齊咧，其實會令到各個嘅國家嚟嘅觀眾嚟到我哋啟德體育園咧會感受到嘅。嗱，今次總結咗經驗啦，你應該同啲商戶係成日都聯繫噶嘛，不同人有不同嘅建議嘅。總結經驗，你覺得有啲咩我哋可以準備得好啲，再可以令到佢哋再旺啲呢？因為其實有咗港鐵已經爭好遠啦，因為我細個喺九龍城讀書嘅時候係冇噶嘛。咁呢幾年已經旺咗啲，當然你係睇下邊個範圍啦咁啦。譬如有啲人就喂，會唔會有啲穿梭巴士來往呢？咁你行開嘅人就覺得唔使嘅，你10零分鐘就行到過去㗎啦。咁但係梗有啲人有唔同意見㗎嘛？有冇邊啲你覺得都值得參考嘅咧？因為我諗講緊九龍城嘅一啲嘅，我諗大家點樣去借助到一啲盛事嘅經濟，未必係淨係七欖嘅，可能演唱會點樣可以令到佢哋留喺九龍城區或者香港去做消費咧？咁我諗交通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即係你點樣即係有一個好嘅交通接駁去想去嘅地方，不論你講緊蘭桂坊也好，尖沙咀樂士佛台都好，甚至乎可能去翻啟德體育園去九龍城都好，咁有好好嘅步行嘅指示，而家都跟咗成年嘅體育園咧，其實都指示都清晰㗎啦。咁但係當然會唔會有一啲穿梭巴士可以去更加容易去到九龍城區，即係令到可能
行嘅都可以搭穿梭巴士去到，咁固然係好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嘅就係九龍城好多商鋪甚至乎商場咧，佢哋喺城市嘅活動期間咧，佢哋都會有提供一啲優惠，甚至乎泊車嘅優惠或者係食肆嘅優惠嘅。咁如果能夠喺推廣我哋喺本區九龍城區去飲食消費嗰啲咧，咁我諗要靠助就係一啲商戶啦，或者商會佢哋去再提供多啲嘅優惠俾翻一啲睇完賽事或演唱會嘅觀眾，即係所講嘅即係票尾經濟，可以再可以廣泛啲去再推廣。咁呢個可能都係要靠翻我哋一啲嘅商戶佢哋再去做一啲推廣嘅。其實張景芬啊，即係有啲意見咧就話，即係而家嗰個顧客少咗，咁啊啲店鋪啊，即係泰式嘅店鋪咧就可能會結業有一定嘅數量啦。咁你覺得今次咧有冇機會咧推動咧就話有啲結業咗嘅店鋪咧可以轉型為一啲酒吧啊，咁樣吸引一啲外籍嘅遊客咧？如果你好針對講緊七欖外籍遊客的，而且確飲酒去酒吧咧，係我諗係佢哋最開心、最喜愛嘅睇完 show 之後嘅一種活動。咁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飲酒嘅地方都唔少嘅，但係九龍城區咧可能有，但係佢哋冇一個好聚焦個區域咧，或者一個當可能一個酒吧街嘅一種感覺嘅一個嘅營運模式。因為有時即係商家或者鋪頭佢哋營運模式係要自己生成出嚟嘅。咁當然我都有睇到，可能有啲商會或者係業界一啲酒吧業嘅聯會，佢哋都有講到，都希望有一個咁樣嘅一條酒吧街可以推動到喺九龍城區一啲夜間嘅消費。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值得去推廣嘅。即係我覺得不論係七欖也好啦，或者其實我哋香港人其實睇完 show 之後，其實都可以去即係enjoy 下一個夜晚去飲下酒食下嘢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推動。其實主要嚟講都係希望有一個多啲嘅夜間消費嘅個模式，令到大家唔會睇完 show 睇完比賽之後就即刻翻屋企，可能都會有一啲留喺條街度消費嘅原因。咁我都希望都可以將來有一個咁樣嘅形成一個酒吧街喺九龍城出現嘅。係，因為都如果唔係有呢個七欖呢，平時夜晚我試過11點零12點，你去到剩翻福佬村道嗰度有一兩間茶餐廳係都叫開得夜啲，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咁所以咁啊，不過好似你話齋啦，呢個都係市場經濟嚟㗎嘛。咁我哋希望嗰邊係繼續旺啲。多謝晒你張景芬。張景芬呢就係九龍城區議員。